天气反冷，寒天来了。24节气明仔载来到立冬，讲立冬补冬，但是唔通补过头哦。若是感冒、便秘，甲这个有肾的太太，拢无适合来食补。若正经要补，嘛无一定都爱食姜母鸭甲麻油鸡。讲像这个香菇鸡汤，像这个蒜头鸡汤，这种凉补的食疗，更加适合着现代人的食食，安尼食起来无负担。麻油鸡一定爱，羊肉炉嘛袂使无，因为明仔载11月7、8立冬，这是食补的大日子。立冬补冬补喙空，你若敢若听这句俗语，你讲到一日补，安尼爱细字。你若补了伤过头，会愈来愈大颗，不一定会健康。因为食补唔是每一个人拢会使补。你怀孕了，或者是你血压是高的，你有糖尿病体质的，或者是你现在就明明在长痘痘，明明就感冒了，然后大便又痔疮出血，那真的不建议你补冬，请你好好的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多喝一点水。想要立冬进补凉补的八珍汤上好，像讲当归、川芎、白术、茯苓、人参等等，若搁含甘草、红枣、枸杞，就会小可甜甜，这就是上好的补汤，是讲食物是上好的进补品。不见得一定要八珍炖肉啦，我们炖个萝卜，或者是换成苦瓜，又比较不会上火。香菇鸡或者是大蒜鸡，这个也 OK。中医师提醒大家，立冬食什么拢好，有一件代志真要紧，一定要记好，就是唔通食青甲冷的物件。